稍等一下哦。好，Where's this？听到无？有。不过烦恼，真是啦，几多可几多念旧。好，多谢牧师。没，这首诗歌是咱教会有真侪人爱吟吼。我上会记就是王长老的爸爸吼，迄个接书吼，伊足爱念的诗歌就是这首吼。好，咱今仔日咱查经是查撒迦利亚书啦吼。我即马来讲用一下迄个题目。好，好，咱做伙来祈祷，有听到声嘛吼？有。好啦，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引带带领甲保守，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伫你的引带中间，互阮有注意所享受迄个平安。在伫阮的人生的路程过程中间，阮犹原有真侪跨路，真侪烦恼。总是阮来到主你的面前，你来求讨。常时主啊，求你赏赐阮有信心。通互阮来听候主你的旨意，伫阮的心上来实现。主啊，阮知阮袂肯定，当时阮若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阮知阮的确有主你的看顾帮手。无论阮头前的路站是怎样，主你拢要甲阮相甲伫底，
只要阮去掉伫主理，阮结连伫主理，阮浙江要记着主理的因带带领甲保守。阮从今仔金明园也要通过撒迦利亚书的11章来思想主理的话语。恳求你亲身用你的圣神踮阮中间来引带阮，来明白主理话语伫阮生命中间的意义，来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实践主理的旨意。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免。没，好，咱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11章啦，吼，这个咱来看这个2019这个叫做新译本，伊是用这个标题是用暴君的没落，吼，来讲到第一章到，嗨，是，你要起迄个播放，敢会较大诶，好你下骹迄个，我知。咱即摆来看这个部分吼，就是这个暴君的没落，伊分做两个阶段，三段吼，咱来看吼。因为即摆安尼网络上要读较无方便，就由我来读吼，咱来听吼。第11章的第一节讲，黎巴嫩啊，打开你的门户吧，好使火烧尽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嚎啕吧，香柏树倒了。壮丽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巴山的橡树啊，痛哭吧！茂密的森林被摧毁了。听听统治者的嚎哭吧，因为他们光荣消逝了。听听狮子的咆哮吧，因为约旦河边的丛林荒废了。这一阶段是用两个牧人来做这个标题安尼吼。这两个牧人的部分是讲第4节讲。上主，我的上帝对我说：“你去做一群将被宰杀之羊的牧人，羊的主人杀了他们，而未受惩罚。他们贩卖羊肉，却说赞美上主，我们有钱了，连自己的牧人都不可怜他们。”上主说：“我不再怜悯这地的人。”我要亲自把他们交在统治者手中，这些统治者要蹂躏这地，我不解救这地，脱离他们的势力。第6、第7节，买卖羊群的那些人雇佣了我，我成为那群将被宰杀之羊的牧人。我拿了2根木杖，一根叫恩惠，一根叫合一。这样，我开始牧放羊群。第8节，我厌烦其他3个恨我的牧羊人，于是在1个月内把他们都除掉了。第9节说，我对羊群说，我不会再做你们的牧人了，让该死的死，该毁灭的毁灭吧，剩下的会互相残杀。第10节，然后我把那根叫恩惠的杖折断，废掉了上主与万国所立的约。当天那约就废除了。那些买卖羊群的人注视着我，他们知道这是上主的信息。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请把工资给我，不愿意就留着。于是他们付给我30块银子做工资。上主对我说，把这些钱放进圣殿的银库。于是我把这30块银子，就是他们认为我应得的一笔可观的数目，放进圣殿的银库。然后我把第2根合一的杖折断，破坏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统一。上主对我说，你再一次去做牧人吧，这次是坏牧人。我雇佣一个牧人，要他看管我的羊群，但他不帮助那些受惊吓的，不寻找迷失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喂养还存活的。相反的，他吃掉最肥美的羊，撕裂他们的蹄。第17节，那丢弃羊群的坏牧人惨了，战争要彻底消灭他的势力，他的手臂将萎缩，他的右眼
右眼完全失明啊。这是今仔日的经文吼。今仔日经文就是咧讲到头前讲到这个暴君的没落，伊是咧预言到这个将来的日子吼。因为这咱今仔所读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吼，其实11章并唔是真正容易会当读的，可能咱等下会当请牧师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这个说明吼。不过这章是无好读吼，甚至讲你若查一寡有解说圣经的册的时阵吼，你会发现讲有解说迄个角度，是讲所讲的这个内容吼，嘛差异真大，就是大家对于这章的看法有真大的这个无共款的解说啦吼。当然有对第1节到第3节是讲到暴君的没落，迄个是咧指着讲咱会看到讲这个香柏树哈，还是讲这个松树，这拢是伫咧起做圣殿内底真正重要的这个做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咱知圣殿是起伫咧石板顶，总是由一个材料过来改做起来安尼吼。所以这有可能伫咧指在宗教的领袖还是讲在领导者嘛有可能咧指着这个这个叫做祭司啦这人因无照因的职分来做所以咱后壁看到讲。这个好的牧者甲歹的牧者，伊这个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就讲这个黎巴嫩树木的倾倒然后这个统治者就嚎哭因为又看到边仔这个丛林荒废了所以狮就无法度觅伫咧这个叫做这个丛林当中，伊就必须要出来外口咆哮这嘛有可能咧指外族的统治者咯，这无共款的，我看过。一寡即个解经的册但是拢无一个真正会当讲共款拢无共款的这个想看法啦这个看法，这是咧讲到这个暴君的这个没落这个部分暴君没落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有讲所以这嘛咧提醒咱虽然是遮尔贵气的物件，总是有一天嘛会毁坏。其实咱应该知咱之前咱有读这个做撒迦利亚书的开始的时候，迄讲拄我注意咱就讲到这个是因伫咧起圣殿伫咧主前5,512年从4年的时间，因则经过哈该经过这个撒迦利亚伊咧提醒了，开始起这个圣殿。走到512年的时阵，就将这个圣殿主前516年的时阵，将这个圣殿起好势的时候因。大概以色列百姓拢有一个误解，就是讲圣殿是上帝徛起的所在，当圣殿有圣殿，因就被灭亡。但是咱看来讲，第一个圣殿是就所罗门所起造的圣殿，其实已经灭亡，所以即摆因佫转来这个经受这个圣殿，这第二圣殿时期所以咱看到讲，并毋是讲因为你干有这个宗教的仪文这个仪式就会当互你得到讲永远的。最重要的是百姓是不是甲上帝有一个结连的关系？迄个牧者甲这个牧羊人，甲这个咱这个牧迄个羊是不是结连做伙所以后壁伊就会提到就讲这个上主的这个结连有两支这个拐两支杖安尼第4节就讲到这个上主我的上帝对我说，你去做一群将被宰杀滋养的牧人这是。这对咱来讲，这是假设我是撒迦利亚，我一定会甲上帝讲，你嘛较帮忙嘞，迄对羊都要叫开市你才叫我去做牧人这对一个牧羊人来讲的时候，一个牧人来讲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问题嘛一个挑战你已经知影讲这羊就是一定拢要叫开市你才要去做牧人所以这是显然是一个无简单的一个工课无简单的一个工课，所以撒迦利亚是扮演这种的角色后壁上主佫叫伊爱扮演一个歹的牧者的角色而且讲这有讲到讲羊的主人太因无受刑罚，这是咧指以色列这君王，还是讲这祭司长，还是讲这宗教领袖，还是王，其实因拢无体贴百姓，拢对百姓中间要安怎摕物件就是讲。并无真正甲上帝有结连，然后照上帝旨意来照顾百姓，然后上百姓成做因土财，
摕钱，还是讲摕到伊嘅管理嘅一个工具尔。所以讲，因讲啊，这个主人吼，因为即摆撒加利亚是真做一个牧羊人嘛。啊，牧羊人的主人是即个代表着讲，即个国家的领袖啦，宗教领袖也好吼。啊，因会去杀这羊，然后来卖，然后伊卖，然后讲咱有钱啊，讲连家己的牧羊人都袂可怜伊吼。啊，上主讲，我就无要搁再可怜啊，人民即个地吼，因为啊啦，因啦是干那牧羊人即个叫做主人无尽责，连牧羊人嘛，还佫认为讲因家己是活伫咧一个真正可惜的所在吼。啊，所以讲因也无甲上帝有一个结连的关系。所以说，这统治者要蹂躏这地啊，我不解救这地，脱离他们的势力哈。这是有这讲的哈。来过来，第四讲买卖羊群的那些人雇佣了我，就讲起码伊是一个牧羊人哦，啊，只要有人来买羊群，遐人来买羊的人哦，啊，我成为那群将被宰杀滋养的牧人啊，所以就摕两支木杖，一支就恩惠。咱若看好好本是加荣美啦吼，啊，一个叫做连锁吼，就是讲一支叫做合一，这嘛是一种预表啦吼，就讲两支木杖吼。啊，然后一支叫做恩惠，啊，一支叫做合一，安尼吼，一叫做合一。这样我就开始放牧羊群啊。过来第八站嘛是一个真正无容易来理解的一个经文，讲我因为其他3个炖火的牧羊人，就在1个月之内就把他们除掉。这是有人讲就是因为这个叫做以色列国家到尾啊派往伫真短的时间。就受到上帝甲因堵灭掉吼，因拢无照上帝，无甲上帝结连做伙，啊，上帝就将因甲堵掉。啊嘛，有其他讲啊，这就是咧代表啊，迄个是有这个哦，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为这甲以后了有一个叫做圣的令，就是讲迄个叫做撒哈林吼，就是由祭司长啦、长老啦，甲这个叫做法利赛人在组成的一个这个议会组织。会接受，但这是较以后后壁的代志啊，吼，所以有人是安用安尼个连接做伙吼，所以这我是一个真正无容易来解说的一个经文吼。啊，不过撒加利亚书11章就是一个预言吼，有一个预言的这个作用啊，吼。啊，我对羊群说，我不要再做你的牧人了，该死的死，该毁灭的毁灭，把剩下的会互相残杀。吼，这是这一个牧羊人，伊唔啦除了3个牧人，这是咱讲这是上主对羊群讲的话，就讲。上主已经恁无听这个羊群，不再听牧人的声音，不再听牧人的指示，所以呢，伊就任凭。伫圣经中间哦，罗马书内底哦，足地讲到任凭啊。上帝有真济时阵，你当咱人无话，你来听伊的话，上帝会任凭啊，任凭人去做他想做的事。啊，当上帝那任凭人想去做他所做的事的时阵，吼，迄就是咱人与甲上帝会使讲完全无关系去啊，甲上帝完全拆毁去啊。啊，这个关系就已经无在，就因为啦，就袂当去领受着上帝要互因的恩典。所以该死的死，该毁灭的就毁灭，剩下的会当会互相残杀安尼吼。好，啊，过来。所以因为安尼，他就把那个象征性的，就把那个恩惠的杖就折断了，就是废掉上主甲万国所立的约哦。啊，因为安尼伊折断了，这个约就废除了。啊，遐买卖羊群的人就注视着我，他们知道这是上主的信息啊。第12节讲，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请把工资给我；不愿意就留着，因为他们付给我30块银子做工资。啊，有真个人会将这个提到伫这个马太福音的27章啊，27章诶，这个叫做。啊，这个优待啊，地方啊，把所有个咱这个啊，过来伊个将这个钱类型这个叫做这是因为时阵到伫圣殿，伊甲这等伫咧圣殿啊，然后这是你讲这是啊啦，害人的血，害人的钱，所以啊啦，佫唔用，所以佫甲伊去买这个地叫做血田吼，啊，伫遐诚做讲去安葬遐个其他遐个无人吼，无人去管顾诶遮个人诶，这个墓安尼。啊，有诶连接去遐去吼。啊，有诶人嘛计经诶人，有诶人嘛讲啊，这30块其实就是一个努力诶，这个计数哦，所以讲表示讲是一个真正微不足道诶一个钱安尼吼，有几啊种诶这个解说。但是咱对遮会当来看诶时阵，就是讲这是一种
这个将上帝将这个分配给咱人隔离的时阵，其实虽然咱会当领受到这款的工资或这个关资是对咱来讲是微不足道的吼，也是讲咱甲上帝迄个个人的关系若无去的时阵，就算你有工资，不管是偌济钱，拢是微不足道哈。啊，上帝对我讲，你就将这钱放在信的这个，所以有些就把这个联想到犹大的这个卖耶稣的30块钱，30那个银子哈。于是我把这30块银子，就是他们认为我应得的一笔可观，这是啥可观？但是我有看到一寡解经书中，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钱啊，到底是可观还是微不足道？因为咱知影30块这个钱是买一个劳力的钱，所以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大笔，但是也不是到一笔很可观。不过我唔知影讲咱今麦这个新译本改写讲，伊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啊。这当来请牧师更加清楚给咱做解说啊。他就把这个圣殿把它放到圣殿的银库啊，然后他又象征性的就把第二根叫做合一的杖把它折断的破坏了犹大跟以色列的统一啊。咱在迄个时阵，犹大跟以色列是已经拢分开啊嘛吼，到伫迄个所罗门王了就迄个伊的囝甲这个做就开始分作南甲北国啊嘛。本来是上帝是爱因会当个合一个再做伙嘛，但是这个时阵因就无法度个合一了，他这个杖也就把它折断了上主就对他说，对我说，对我这个我是撒迦利亚公，你再去做一次牧人吧。但是这一次你是扮演的是一个坏牧人的角色哈这个坏牧人的角色就讲我雇佣一个牧人，要他看管我的羊群，一扮演角色讲，他的意思原是一个牧羊人，可是他因帮咱遐受惊的，嘛无要找卖死的。咱主要说讲那个羊若到10只，40只一只，伊嘛会放伫迄个99只，然后去找迄只卖死的羊主耶稣会医治遐受伤的嘛，会帮他们裹伤嘛但是对家看来，这个歹的牧者是不医治受伤的，不寻找迷失的也不帮助那些受惊吓的，也不喂养那些还存活的相反的去吃那个最肥美的羊，然后撕裂他们的体，这是一个坏牧者的一个象征第17章的讲的上帝的刑罚，那丢弃羊群的坏牧人惨了，战争要彻底消灭他的势力，他的手臂将微缩，他的右眼将完全失明所以这种是会当讲到几啊项数，就讲列国无听上帝话，嘛会受到上帝的刑罚。然后百姓嘛，掠准讲抑个活伫咧成平的世代，然后伊嘛无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就用象征性的这个联合这个叫做恩惠加这个叫做合一这个杖，他就把它整个都把它折断了这个上帝边你离开因其实上帝离是因为这百姓这羊群先去离开上帝啦，先去离开上帝，所以上帝的恩典才袂当伫因的身上来彰显出来所以因为安尼这个叫做这个杖就折断了，就没有办法再得到那和本是讲荣美，还是讲一个联合的关系那我从咱今日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到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这个荣美，当我咱甲上帝有一个真正细正好的关系的时候，就咱那是叫迄个地的一条会当到伫天里到伫天里安尼甲上帝有一个好的结连，然后合一是指着咱甲上帝的合一，嘛指着咱甲周围的人的合一，就亲像是迄个花的迄支安尼甲人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当安尼，咱听主耶稣，咱愿意信结然后咱得到一个好的牧者，就是主耶稣。只有主耶稣才是好的牧者，只有伊听伊教示的羊群会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这种大概就是用安尼甲咱讲嘛甲咱说明讲，当百姓若无要听上帝的话，上帝甲因就无关系。然后嘛会讲着讲。当一个无愿意来做一个好牧者的人，将来嘛会受到上帝的刑罚这种大概就是用安尼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解说啦今仔的经句是讲，我拿了2根木杖，一根叫恩惠，一根叫合一，这样我开始放牧羊群这是11章
第7集诶，即个后壁即个所在，就讲其实咱应该爱安那，伫咱诶生命中间拢有真侪机会，咱会当做别人诶牧者，咱会当做别人诶引带者。那安尼，咱就应该爱引带伊，会当甲上帝有一个细节诶关系，然后甲人嘛有一个细节诶关系。啊，咱知，当咱若愿意伫教会中间有合一，咱的教会会当得到上帝要互咱迄个和本所说的荣美，还是讲这新译本内底所讲的这个恩惠，这个恩惠一直跟着我们啊，那个恩惠一直跟着我们，亲像诗篇13篇所讲的安尼，这是咱所望的啊，这是透过一个类似上帝爱撒加利亚做的一个行动剧，然后对咱的这个这个叫做启示启示当然咱嘛咱看咱的。心灵光读经内底即个即个做作者有写着的遮即咱就即个部分咱就家己才来看到我安尼简单做一个迄个分享再来做一个分享安尼。毋知我们遐有要分享无？还是慧玲姐？我没有，我是很专心的在听，谢谢。OK， 谢谢。无咱请牧师伊即张实在是毋是介容易来读，过来就是迄个解说嘛，有足侪种的然后但是咱会当看会到就讲咱甲人甲上帝应该有一个细节关系，毋是干那挂靠迄个做圣殿比如圣殿，大家讲迄个香柏木嘛有讲到即个做橡树嘛，讲到松树遮个物件，毋是干那即个语文的关系，咱是应该甲上帝有一个细节的关系。当咱甲愿意军队迄个真正的大牧者主耶稣的时阵，咱要对上帝遐得到恩惠，咱嘛要甲咱周围人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安尼这是我想即张我对我来讲，即个体会是安尼。今仔日的即个这个做新闻帮内底是讲牧人跟羊群都是关键的都是关键。有好的牧人。也要好，他也要有羊群愿意听他的声音，然后这个好牧人就会带他们去迄个荣美之地，还是讲迄个做真正有通安尼迄个青翠的草坡，通底下来休困，然后这个牧羊人的伊的腿、伊的拐会保守因这是一个这个好牧人好牧人也愿意为羊舍命当然这。当我们看到上主要撒加利亚去扮演那个坏牧人的时候，那个坏牧人却不仅仅不会为他舍命，受伤了不帮他包裹，然后说嘴这里他说咱经文所看到的这些所在，不医治受伤的，也不喂养那些还存活的，相反的他会吃掉他们，甚至于撕裂他们的体这是这个好牧人跟坏牧人一个增加多这个区别。所以我们如果跟上帝有真好细节呢，咱就去对着世俗世界即个迄个这个世界的时阵，咱看敢若看起来是哇真水的所在，结果将来迄个伤害是哪来哪大但是上主的主权一定会实现，所以将来上帝的刑罚，才会无愿意听上帝的话，才会牧羊人。所以咱一定要甲上帝有结连一个细节关系，咱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甲上帝有一个结连安尼时阵，咱要享受互咱迄个合一，甲要享受互咱的迄个做恩惠这是我对即张安尼大概看一个了的时阵一个体会啦甲咱来分享安尼。无请牧师对即张因为较无遐容易理解会当咱做一个较清楚的即个解说好无？好，嘿。这个真正是无介好了解的一段的经文啦，不过，就是讲，咱用先知书的背景去甲思考这个角度来想的时阵，就是讲，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上帝，所以上帝找先知，迄个目的就是要爱因归回。大概这个原则来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就可能较会当知影讲，其实遮咧讲的较。焦点较无放伫讲牧者好还是歹，迄个真正较重要的焦点是放伫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关系的三字啦。当然上倒尾17节有讲到迄个放离开羊群的歹牧者惨当然即中间也有讲到，其实也有讲到咱咧讲的类似假先知
也是讲歹的引带吼。当然，一群人要离开上帝，一定有一个无好的引带伫这中间吼。我有几个事小可甲咱讲一下啦。拄则伫咱咧解说圣经的中间，讲到两个足重要的词，一个叫做恩惠，一个叫做合一嘛吼。有翻译做恩惠，翻译做迄个 beauty 吼，水啊吼。伫原文吼，迄个 beauty 即个字吼，也是讲咱讲迄个恩惠即个字吼，伊的意思是讲，所以以色列人即个上帝所爱迄个管后子啊，意思是安那？上帝对因受气，吼，这是一个。第二个，咱咧讲到后壁咧讲到合一，合一迄支管啊，伫原文的意思，咱伊的意思叫做乐团啦 ，band， 吼，乐团的意思是安那？爱有和谐才会出水的声，吼，所以伊用即个合一来讲到后子了后，咧讲到以色列甲犹大的分离，就是咧讲到一群军对上帝的人，不但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也无甲人有好的关系。拄则王国长老咧讲到十字架迄个直的关系，拄则王国长老咧讲到十字架迄个直的，若较长的通到天，对。若看的较长的，就是讲甲足侪人足好的，但是即两支，咱会当甲当做是迄个撒迦利亚书咧讲的即两支管啦，吼，甲上帝好好的关系，迄个咱讲恩惠favor， 也是讲迄个 beauty， 迄个水的关系无去啊。人甲人的关系嘛无去啊，即两支管拢无去，所以都无十字架嘛，吼。咱若用安尼去思考的时阵，就介清楚啊。我知影有一寡牧者足爱用即段的经文咧讲到迄个各样咱咧讲真正好牧者甲歹牧者即个关系啦吼。当然，即个部分牧者要用安尼来做一个思考嘛，我感觉真好啦吼。但是我认为伫撒迦利亚书11章。遮咧讲到迄个牧者，歹牧者是用扮演的，咱注意甲看吼。上帝交代撒迦利亚去扮演迄个歹牧者，迄个意思是安那？是要爱互伊做刑罚的工作，吼，来管教刑罚的工作。所以伫即个所在，其实整个的焦点是咧讲到迄个人甲上帝的关系，要对倒位来？要对迄30两银啦，迄30两银吼。咱莫讲伊是小可钱，也是足济钱，咱可能莫用即种的价值观去甲看。咱安尼讲价值观是，拄则文牧长老已经讲到迄个焦点啊。即个30两银会当赎回一个人做奴隶的身份。若搁较进一步来讲，就是讲，即30两银就是一个人性命价值。这咧讲啥物诶？讲赎回制啦，吼，咧讲迄个赎回制，就是讲。要借着这个赎回制，咱会当甲上帝迄个搁再和好迄种的关系，迄种的稳定。要透过安尼，虽然咱甲上帝关系无好，咱甲人的关系嘛无好，以色列甲犹大的分离，人甲上帝的分离，所以上帝甲迄两支管拢拗掉啊。迄个立约，咧讲到恩惠即个字的是中间所咧讲的是讲上帝甲人的约就无去啊。但是耶稣基督做赎回祭是要互人安那甲上帝搁好，吼，这个是基本上伫遮咧做的提醒，大概是安尼啦吼。咱头前所咧讲着讲即个强的权势要毁灭，即个伫头前遮所咧讲的，当然为若去攻击城墙的一个武器，伫起圣殿所用的，无拄则有讲着啊。嘛，香柏柴也好，也是这吼，是咧去圣殿遮的柴。所以咧讲的就是讲，遮的牧者外邦的君王吼，咧讲到即个吼，对头前即个经文来看的时阵，甲17节是一个对应啦，吼，就是讲，即摆咧顾的毋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毋是以色列上帝所册的牧者呢。咱看迄第3节迄个牧者。是咧讲啥？第1节到第3节，即个所在，因咧统治者，吼，即个统治者
嘛会当做木者做解说啦吼。啊，这个通敌者是一个外邦的后婿，吼啊，这个是因受困迫啊，但是咱去倒转来迄个因的关系，像亚里米书所讲的。50章44节，啊，以西结书19章所咧强调是人甲上帝离散了后，拄着外邦的后婿来甲因统治，做因的牧者咧甲因管。所以17节才咧回应这段，咧讲到遐个互人离开上帝的人有知会啊，吼啊，伫这段的中间，就是强调2项物件尔啦，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吼，迄个合一的关系，甲上帝好好的关系，吼，啊，会当互人的关系更好，互人甲上帝的关系更好，就会当搁一届得到，咱讲和合本咧讲的荣美，吼，就是迄个水，咱会当搁诚做上帝所爱迄个对象，咱甲上帝迄个关系，啊，人甲人迄个 band 的关系。有一个水的乐团，水的娱乐出来，迄个关系会当搁再恢复啦吼。我想这个要搁学较深换啦，会使样的关系，咱会当用迄个约翰福音第10章来做一个对比的了解啊。啊，咱知影约翰第10章就是耶稣咧讲到好牧者甲羊群的迄个关系啊。啊，好的牧者。甲歹的牧者，当然，即个中间牧者是一个关键，啊，即个羊群本身嘛一个关键，啊，当然大牧者较是搁较重要安尼吼。毋知影呢，大家有较清楚啊无？嘿，有，多谢牧师吼，牧师佫甲咱佫较清理，佫较吼。更较清楚，互咱头拄对回经文吼，就会当更加一个清楚而且理解安尼吼。啊，甚至嘛已经甲即个整个的焦点吼，拢甲恁讲甲真清楚。甲人爱有合一，然后对成做一个亲友乐团安尼吼。我记得牧师进前，还搁咧美国的时阵，甲咱用一个叫做和鸣啦吼，和鸣即个题目，甲咱叫做分享的时阵吼，就是一个真正大的一个。咧伊迄阵有讲到即个，因为我对即个乐团我是无熟吼，因为我会记得有讲到指挥吼，比如讲即个叫做小提琴什么提琴这吼，我印象中我个有啦，就讲迄其实毋是咧个人的表演啦，一定是爱大家做伙的，安尼迄个听指挥然后才有法度造出一个真正和谐、好听是真正重要的一个，一般人生的过程中间。伊有讲到迄个连的这个叫做第一，应该是小提琴手哈，好像是也是最厉害的人嘛。可是他仍然是要成为一个帮助者，安尼吼。我所以就是提醒咱几项代志吼。这是真正好的一个提醒安尼吼。嘛，咱来当伫合一的当中，咱若无，咱圣经上甲咱讲嘛，咧一条绳啦吼，一个扭就断啊嘛。咱囡仔时阵有咧讲，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几根箭有无吼？一支箭，尼切个就断去啊。若合一的时阵，迄个关系好好的时阵，迄就会当成做咱教会的一个调酒，然后成做咱教会要兴旺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础。好，多谢牧师的分享。咱即马来做这个咱来讲这个做祈祷吼这个叫做梦想啦，这是咱新眼光内底讲间吼有几啊，咱小看一下吼。那有没有在群体当中扮演好牧人这是以咱我头讲的咯，咱有真侪时阵，咱嘛是真做一个牧者的角色毋是讲干啦，牧师才是牧者呢咱身躯边咱有足侪人，咱咧引出来的时阵，咱就是一个牧者呢。咱就要好去甲亲像主耶稣讲的，好牧人喂养舍命，为他包裹受伤的，为他包裹，然后要给他丰盛的生命。咱真的时阵，咱嘛有可能爱伫群体中间，咱扮演这个角色，有可能伫咱的职场顶头，咱扮演这种角色啊。因咱就一场扮演这款好的牧者的角色的时阵，咱会当引出来。哎呀，你若有这款的好的牧者的特质伊会欣赏嘛。原来你是一个基督徒这嘛是第二讲，我们也承认因为何种原因支持了
不适当的领袖，这个让咱来做思考啊。其实就是讲上帝啊，愿意帮助阮有挺身智慧、勇气甲行动力，来成做人生互人性命有得到好处益处的这个好牧者并且会当明辨什么是好的领袖来支持奉主耶稣的名。这是今仔日的这个叫做新眼光读经的作者甲咱准备的啦好，咱即摆就来做这个这个咱这边看跳来带导带导事项内底有这个输赢控制无输甲咱讲伊即摆因为这个癌症的末期所以有真严有这个癫痫的状态发生伊啦注意安怎样会当互伊减轻伊的艰苦回君这是这个咱这个叫做雅慧执事的妹妹伊是咧奇美医院咱会当替因来祈祷疗养的部分的话敏仪已经出院有去读册啦然后这个公牛了这迄个脊椎开刀即马讲敢若行路才30-40分钟，咱有甲伊分享总是还阁爱休困安尼希望上帝继续带领伊伊的复健的路途真顺遂安尼洪成义即脑瘤已经开刀完成了即马到伫即个龙潭了，伊要一个厝伫遐咧疗养苏尼姐是咱这个做这个叫做这个慧玲慧玲的我的六姑，对不对？我的六姑姑，她住在阳明山那个嘛，住阳明山那个博州，好像是博州先生他住美国，他住美国，最近回来，对，最回来嘛现在是住阳明山那个吗？没有，现在是住在家里，住在 MBA 这边的三峡这边，就是在这边疗养。就王长老他们那边王长老楼上，对，是。对，王长老楼上，咱特别替提到了应该是中风以后的一些复健嘛对，现在在做复健。咱特别替伊来祈祷安尼应该我有看过伊我有没有看过他？他应该很久以前才有吧，应该是很多年以前。对，他最近回来比较都没有在教会，我们教会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出现。对，应该我也认识他了，只是说现在没有什么印象这样子而已惠美姐惠美姐个戴明义啦陈世贞邵金姐毕雪兄自然我昨有甲问伊讲脚有较好势啦较好势即摆是话智恩智恩现在是会被居隔了伊迄水厂毋知啥物人确诊咧居隔咱教会嘛阁有真侪人确诊啦我就莫一直提出因的名，反正咱就替因祈祷就好阁有几啊位确诊也是因的家属确诊的咱拢替因来祈祷外除这美子阿姨阁有这个做杨小姐这郑良好是我的岳母伊起码都一礼拜爱洗3摆的药剂体力真无好方面无拄甲无输牛宋梅姐的福建谢慧姐的福建薛淑慧姐林丽华黄正雄甲陈丽华因夫妇南健兄碧桂长老楚明姐甲黄花姐阁有这个钟建会的妈妈中间会妈妈，咱嘛特别替因来祈祷这是关于带因也是伫厝疗养的咱看阁有其他有一寡确诊然后伫咧恢复的中间的啦，有的人是无症状的有的人是头2-3天会较艰苦安尼啦有的人是完全没有症状不管因拄着状况是咱拢替因祈祷，因为咱嘛毋知什么时阵会轮到，咱嘛毋知啦，因为这时代疫情非常严重那照即马的看法是讲虽然今天是说2万多人，但是大部分的医界的人，他们是说绝对是超过这个数字可能有4倍、5倍嘛不一定所以他们的预估是说，如果台湾已经累积100万的时候，大概就会下坡了我今天去医院，他们那个也是个台大副院长，他也是这么讲
他说有很多黑数，所谓黑数就是讲，有的人伊就不爱洪灾啦，有的人是安那，因为反正就轻症嘛，然后伊就不爱去去筛检，就没有呈现在数目上。亲像阮小弟咧服务的迄个西咧，那个国菜市场内底的足侪人已经确诊，但是他们都很轻症，所以他们也没有讲。因为他们一讲的话，整个这个卖菜的这个下线整个都会断掉，然后采购了高，所以他们就是把它当成感冒了。而且可能我想月中以后，整个政策又会再变了。我们从那个什么卫福部看起来的话，月中以后可能政策会更加开放。所以现在连国外回来的，现在是变成那是7+7，本来是10+7，现在7+7。所以咱来为了这疫情来继续祈祷安尼吼。这是这个大医甲疗养的部分。咱总甲看完的时候，咱做祈祷啦吼。过来就是教会小组化吼，这个信家族吼。咱这彼此联络嘛吼，像你咱拜日咱拢会联络嘛吼，像昨咱会当甲因讲这个母亲节快乐吼，过来这个教堂的重建吼，教堂重建甲这个世界这个疫情吼，这个疫情甲这个 COVID-19 吼，这个疫情的控制啦吼，疫情这个控制安尼吼。过来就是明仔后日下昏吼，7点半牧师有主持一个主理一个灵性成长班吼，用浪子的比喻吼这礼拜要用服侍的态度我每一期拢有参加我感觉牧师准备了足充分的吼刷下去佫会当通过浪子的这个譬如吼，就会当去挖掘出来吼，足侪内底迄个互咱来提醒啊，所以我相信吼我记得较早迄个做有一个什么写一本写几啊本册迄个什么辅仁大学的一个职能治疗所的那个，一下子忘记他名字。一诺对，施以诺，他的爸爸施达雄施达雄就说耶稣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讲这些。施达雄施达雄牧师我就想讲，伊写这本册的时候，我就讲牧师甲牧师的譬如竟然会当安尼讲，已经讲6-7点钟过啊，然后还可以讲那他会从这个里面的人物很鲜活的那一种角色然后去带进去说，在圣经当中，咱是讲咱在生活中间实践的时阵，咱要来实践比如讲，也讲到感恩，就提出着讲。这个爸爸这个囡仔大囝小囝这仆人佫其他的人安尼这人是不是有感恩的心？像我相信明仔载伊会讲到这拜五会讲到福赛他可能也会用这种角度去切入，我不晓得我们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起码透过网络，咱会当真正自由的，什么所在拢会当来参与像顶礼拜我就是爱去一定爱去台北的，所以我就无法度，我就是咧车顶的。我咧车顶我哪用？我用手机甲倒咧，因为我的车顶的手机会当扩音出来的。我用 YouTube 安尼甲放出来了。我伫车来开车，我会当听牧师的这个分享这嘛是一个真正好过来这个礼拜是母亲节感恩主日的，不过跟一起可能人不会很多，但是我们还要祝，还是一样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过来这个21、22是这个国中教育会考其实这几年这学子真是也蛮辛苦的在这个疫情的肆虐之下有的人安尼期待足久的毕业旅行无得旅行有人期待足济拢无法度做所以讲对因的冲击不止大啦咱嘛想继续来适合锻炼甲因三家弟弟咱教会有一个外点的事工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拢不得不暂时来暂时停止这咱嘛要为这事工周末营赞美操松仁大学这社区服务的福亲的事工来推动来带导来好，咱就根据这几项咱来做祈祷咱先做伙祈祷祈祷煞的时候我来祈祷我再来带咱做这个整个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请牧师最后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这样子咱做伙来祈祷。继续对。在你面前谦卑，还记得需要处理的人民，需要处理的恩惠，感恩三个弟弟，关给处理
看顾阮，特别是伫这疫情中间，主要看叫你是的，你来看顾保守，伫阮这遐日姊妹的内底，阮民农者，卫军者，民医连长长乐等等遮，因身体的需要，管叫助理来看顾。特别伫这个疫情的中间，阮需要处理特别来保守，也阮这个无适合注意疫苗的遐个姊妹会当拄着处理特别的看顾，无受到这个病毒的侵入。管叫处理呢，适合伫阮教会体制的事工顶悬，因为疫情减害渐重，管叫处理无离开伫阮中间也阮离开你，会当继续来记着你，叫做我每一个。强度主要根据你当将现今并并来计算平稳度的经济部会被其用当许的建会普及。这个阶段，需要有完接受多元不同的对，这个是我们是刚我们是是到对是我们就我跟是后面的是当不晓得。咱当心来祈祷，阮这主笔听人个白，规条你当特别的命看见们这是不低的，因为伊是中这抗疫条电线做下根据你人民的做根据你保守伊该三个地带。当然，锻炼了卫军这伫咧台南的纪律平也接受这个治疗福建的他们这个疗程注意演出，锻炼到保守。我那个就这机体因为无共款的病症疗养，我根据你该三个地带，特别是这个前这个中间有甚至时阵因真正无方便来看诊，伊嘛真侪担心，做根据你医院看。三个地带，阮通伫注意演出来中间有注意的保守界，处理人的照顾，所需的平安界三个地带，阮到尾后有这具体处理的人是本身这个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来确诊，做根据你医院。阮让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有原知，阮做个人咧不用祈祷，做继续锻炼该三个地带。我若将阮教会本属的关系，当伫合一的中间，参像今仔日主耶稣咧通过世界耶稣中间所讲，阮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当来起阮起的。后阮会看着阮世界最的百姓，即个艰苦痛苦的中间，甚至无辜的百姓的战争来受着这个折磨最无方便，节的痛苦，做根据你当人民保守因该三个地带，会当互因紧紧一个战争来止煞，保守着阮教会咧开展的这个灵性的成长班，以及着阮一寡外展的事工，拢有注意看顾，无论多一个团体，注意保守的大量。阮这个礼拜下母亲节感恩的主日，祝福你或者妈妈拢会当祝伊所享受，因为世间的事实会当有效应改善。对，祝福你了保守阮的教会，在不同生活生活中的会考，月底的时阵，祝福你祝福因改善个地带，当然因会当顺顺时时来参与着考试。顺顺时时来着因后无共款的欠客，祝福有你阮知伊拢知，祝福你会当继续因带锻炼台湾每一个三个地带。阮从一起用无教主你的兴趣，安尼祈祷恳求，告诉耶稣的名，阿门。请牧师做一个这个祝福祈祷。好。主你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救恩，也呼召阮诚做你
的仆人，阮会当伫个社会内看见兄弟姊妹中间身体软弱心灵欠安的，阮恳求主你的。三个地带，特别是伫确诊还是被狂热的姊妹，三个分享，亲像你今仔日会讲是甲提醒共款。阮恳求主你，互阮有你圣神的气力甲智慧，特别伫这疫情的中间，有济的聚会，阮需要暂时来停止。恳求主你平平甲我的献上祈祷，祈祷是中间互伊较有原命，将阮的教会恭敬交托伫手中，主你亲自做我主，阮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主你来做，为着要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你来赐福阮，特别将阮的同工连连长老交伫手中，也互伫咧手术复原的中间有主你的恩典交约，甲伊三个地带，保守阮每一个人。为着今仔日的组织献上感谢，各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多谢牧师，多谢咱大家参与，谢谢，谢谢。平安，拜拜。今天。